小紅書網紅咧就話香港唔適合窮遊，去日本7日咧就仲平過香港3日2夜。就係如果你要窮遊嘅話咧，你去日本窮遊，你體驗到飲食同埋嗰個旅遊嘅質素、消費嘅質素咧，一定係遠高於香港。因為如果同樣係平價位嘅消費飲食嚟講咧，香港能夠去食到買到嘅嘢質素係的，而且確係極低。你香港如果過住貧窮生活呢，係有個地獄嘅感受。好啦，你香港一個咁樣嘅窮人難以生活嘅地方 ，OK， 你高端城市，你窮人係好難生活嘅。但係問題就係，香港而家又唔似係一個有發達嘅地方啊嘛，佢又唔係一個有好多上升機會嗰個地方啊嘛，佢又唔係一個遍地黃金嘅地方。咁你呢個地方又唔係遍地黃金，又唔係話好多發達機會，但係你喺呢度如果過住低消費生活，你又仿如地獄一樣，咁呢個地方做乜嘢呢？